我不會害怕。作者鄭詠詩，出版社小樹苗。晚上到處都是黑漆漆一片，森林裏、街道上、屋子裏都是靜悄悄的。小兔子思思跟很多小動物一樣，也很怕黑，而且很多怪事也在黑夜裏發生。今天晚上，屋外突然傳來呼呼的怪聲，那聲音還越來越近，好像到了房間外面了。大怪獸來了！思思嚇得叫了起來。媽媽立刻來到思思的房間，把燈亮起來，安慰思思說：不要怕，你看，根本沒有大怪獸。果然是沒有大怪獸啊！媽媽離開後，思思仍然覺得很害怕。她把頭埋進被子裏，一動也不敢動。一定是有一隻很大很大的怪獸在門外，它會把我吞下去。思思整夜也想着大怪獸就在門外，不知什麼時候會闖進來把它吃掉。第二天在學校裏，大家正在討論昨晚的聲音。昨晚我也聽到怪異的聲音。小雞佩佩說：很嚇人哦。小蝸牛卷卷也說：一定是大怪獸。思思呢攬着，思思已經嚇得整晚都睡不到，現在腦海裏還不斷想着大怪獸。今天晚上大怪獸也會來嗎？它大概昨天不太餓，今天餓了就會把我吃掉。思思不安的樣子引起魔法小狗多多的注意。多多福寶透明眼鏡。多多打開他的魔法箱，取出了一副眼鏡。多多請思思今天晚上使用透明眼鏡。晚上，思思又聽到呼呼的怪聲了。大怪獸又來了。思思被聲音嚇得半死。思思記得多多早上給了他一副眼鏡，是不是戴上了就不會覺得害怕了？思思講緊戴上多多的透明眼鏡，真神奇！四周慢慢變成透明了，牆壁消失了，屋子也消失了。呼呼的怪聲又傳來了。思思四處張望，要看看大怪獸在哪裏。啪！哦，外面突然傳來一下慘叫聲，看到了，是小猴耀耀，他正在小山丘上練習體操，樹枝剛好斷了，耀耀摔了下來。大怪獸就是耀耀，他正在為明天的表演會練習啊。思思恍然大悟的說。思思細看四周，黑夜的時候並不是什麼也看不見。房子裏有燈光，天上有點點星光，原來黑夜一點也不可怕哦。